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电公布着上新的电价，10月16要开始来实施。台铁甲高铁恐惊拢会对咧调起票价，台铁的区间车可能会起超过35%，啊那高铁台北高雄可能会为即卖的1490块起到1720块，起230块。 要上车的人客，请赶紧上车，还未起价票价嘛差不多。因应台电公布的新版的电价10月16要实施，台铁上董事会讨论的起价版本，敢有可能会阁增加？依照公司法的规定，会使依照多报率3%开始起，区间车基本汇率平均起35.6%，低度的起上济，长度的起较少。区间车来算，台北站坐到桃园站42块，有可能起到57块。 台北站坐到新竹站114块，一个手会起到155。会不会涨？会啊，因为现在不是选举一定先涨啊，要选举前是不能涨的，要让你们去讨厌一阵子而已就忘了。涨，那怎么办？凉拌。民众真无奈，有可能高铁票价卖起，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到起价标准。 北高的票价上悬，为现行的1490块，有可能起到1720块，爱加开2.3。针对工业用电的起价，可能带来各项物件拢起。经济部敢法度治疗大家所谓愈来愈重的伤痛。目的是主管机关他们来编列预算，价格就动涨。目的是主管机关他们来做评估。 经济部的处长何进聪表示讲，各事业机关会当编列预算，先卖起，敢要起，请唔通勉强，敢有了钱，请自立自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